开心。今天是口无义诊哈。我们台湾人力歧视协会其实是台湾的每一个偏乡啊，那个没有医生的地方，或者医生比较稀少、就医不便的地方，都是我们做义诊的地方。好，那云林县我们里面有很多医师、很多志工是云林县人，他们反映说我们要不要来服务乡亲哦，本来就云林县的人，在我们云林立委的这个推荐介绍之下，我们来到这个口湖这个地方做义诊。口湖是第一次，那我们会以后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我们的这个医疗帮助，我们会常来。诊疗的方法，我们里面有中医师的这个诊断，我们会给中药也有这个资深推拿师做推拿。还有做针灸，有曾经到外蒙古还有缅甸的这个很贫穷的地方，我们也到中国大陆，偏远就是说偏乡，也就是说没有医生的地方，我们也做过义诊。会当来考义诊啊，实际上就是我嘛是人医歧视协会议员因为黄理事长伊是非常的有人心医术嘛足好的所以这边伊特别是讲家己是云林人要咱回馈咱这个所在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考湖啦成龙这个所在，因为这个完全拢无中医，也无西医，也无药局。医疗资源足欠缺的，所以我就甲建议讲无来咱考湖，咱的成龙家师弟来我们成龙社区发展协会，嘛受到咱乡公所咱乡长林哲林伊嘛是真想要争取一寡医疗资源当然咱家己共享，加遮咱的时代会健康，甲照顾好好。看胃到。卡，因为卡有时仔滚紧的就按啦。来遮做中医师大家足亲切的，即摆伊来到咱这靠咱这较偏僻的地区内底对咱一家人一家种老大人啦无方便去医生馆的来看是非常的帮助的。成龙村这个地方来这边比较偏僻的地方，它的那个医疗资源比较不方便。那所以我们今天而且这边的人靠海边，很多酸痛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我们今天一年聚会到了这个地方来，我们今天看的病患很多都是酸痛，老人的酸痛症，还有很多人，我们发现了一个点，就是说在这个医疗偏僻的地方，大家普遍的那个医疗的观念没有，很多高血压的阿公阿嬷，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有高血压了，是在危险期。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收获就是告诉了他们，有病要赶快找医师，平常也要去注意，不要说到时候因为高血压而变成了很多后遗症了。所以今天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来到了这个地方。